再来看行政院同意高铁延伸到屏东，会对左营站驶到屏东市哦。铁道局表示讲，专案已经开始进行综合规划甲宽屏，今年8月嘛已经开始宽屏，按算116年，年底会当来核定哦。但行政院核定了后，动工11档后，得当通车咯。铁路局伫咧立法院报告高铁延伸屏东计划上新的进展，计划路线由高铁左营站沿台铁路线经过高雄市，伫咧大树区跨过高屏溪了，伫屏东大塘落地厝农场设站，全长25.9公里。新设的高雄站加台铁一个积运强固，屏东站是加台铁强站连通，8月已经开始宽屏。环评的部分，因为它是表定2阶，所以它等于是一个决定时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。8月已经启动环评，那目前是1阶已经报交通部要转环境部去做审查。铁道局讲有2个关键的事情，会经属环境部伫116年年底进行完成环评审查，到时将综合规划တင်報予行政院。伊若時間期估算是動工了11年通車，以後高雄車站將會正做高鐵、台鐵捷運的3鐵強固。地方政府已經提出高雄車站周邊大道景公園計劃，不過民間團體希望高鐵由主幹線延伸到屏東的潮州。潮州地區嘛，那這個地方是最適合，就是說讓整個屏東的觀光起飛的，或是進一步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交通建設。你要怎麼樣用交通的建設帶來給它外部的效用，然後透過這樣子外部的效用帶動經濟的一個發展。交通學者講，每一個方案都有伊的優點加缺點，用高雄方案的優勢是讓促進南高雄的區域發展，消透左營站附近交通的壓力。另外也希望會讓串聯南部半導體 S 廊帶。記者綜合報。